后来，这个国民党各地方党部最近因为牵涉到死亡人数，陆续向搜索受压。国民党的立委王晓玲讲，就算有不法的行为，嘛应该等假罢免案结束了后再来追究。结果引来到民进党的立委经体口洗，讲这是无知硬拗。各位，这个国民党的立委吴宗宪是天家的人，讲这个检察官为着要避免司法来干涉到选举，以往的经验就是安尼处理。最近泛蓝不泛绿，而且是非常不符合比例原则。国民党中央连续第3天开直播，针对最近各党部涉嫌幽灵人数，嘛讲司法是看色水办案。若是陈政辉有意见，德国法律博士出身的南委王晓玲进前甚至阁表示，若有任何不法的行为，应该伫咧规个罢免案通过了后再来追究，引发到社会讨论。再一次让我们见识到他的法律见解是如何的无知。或是说是如何的曲解，这是过往都这么做。基本上如果不是很紧急，我们都是尽量等到选后再来处理，因为不希望被人家说以司法来干预选举。用英国检察官的经验来分析，不过要照吴宗宪经历的所在，阁唔哪只。国民党各党部互敲诈了后，外团后一个就是伫北德路的党中央，那爷嘛准备3大对策。除了做发挥，逐工再去直播，互检调有可能的敲诈动作，伫咧第一时间放送。过来是中常会会安排吴宗宪的专案工作，提醒党工伫咧面对调查的时，要安怎保障家己的权益。最后是伫咧敲诈的当下，互主席朱立伦来举行国际记者会。大家可能延续过去的一些便宜行事的做法，所以导致现在检调在侦办很多不管是死亡联署或超名单的过程当中，造成了一些瑕疵，或者说我刚刚讲的，如果真的牵涉到违法，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谈言联署的过程中，确实有重大，不过嘛强调台北市党部未放弃。5月中会有2场造势，会继续冲关罢免立委的联署，全力让正人发声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